好来，好，好，迄段好，人生就即时会一张花，花的意思是讲，诶，好，全全献生死平安。我有接到你的批，真落力，真努力，这碟真实的，我爱讲几句。后壁看起来真长，你感觉都先好来，这段互你读嘿。人生就即时会一张批，批的意思是讲，全现先生平安。我有接到你的批，真努力，这碟真实的，我爱讲几句。嗯，好，好论灵灵媒要做我的情绪，对头到打全全是上诶按捺按捺是啥物意思？按捺，按捺是日语嗯来嗯的，所以上主的按捺，按捺嗯，本来就是guide 哦，好，日语的意按捺，思吼。咱来查一哦，下看，这应该来，是有收十张，好好，你看卖。来看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嘿，哦即嘛嘛个，哦你即嘛日语嘛是个安尼用吼，跟按捺吼。哦是哦，嘿，哦，好了解。即嘛你就按捺，伫足侪所在拢嘿看到，尤其是旅嘿馆呐，还是嘿旅行社诶资料，还嘿是什么观光局诶网站，你嘿嘿，会看到即个按捺。哦，有嘿，按捺，哦，嘿，了解就像迄个 Google Map，嘿，对对对，拢有按捺，就是呵呵，了解。呃，但是按捺，伫嘿日语安怎用我毋知吼，伫台湾诶用法就变成讲嘿，譬如讲人客来，你会甲招待，哦，嘿嘿，就讲你小甲是是，按捺一下。嘿嘿，日语嘿，看起来嘛有这个意思，交嘿，嘿，代，嘿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伫好，台语就是了解，安尼用的吼。你小甲按捺一下，哦，譬如讲嘿有时无一定是即种人客来按捺，有时是变嘿成讲嘿某物人即嘛等你搞怪，还是等你嘿，嫌东嫌西，你甲按捺一下安尼。哦台语会安哦，尼用啦吼，一个 了解了解，extension 的按捺，用法啦。我哦，嘛嘿，呵呵。诶，变成讲你甲后壁后壁安抚即个安后壁抚一下。即个意思，我敢若有会人安尼讲，按捺一就是个，你嘿，甲安抚一下吼，华语安尼讲吼，甲按捺一下是是，吼，台语会好，使，台语会安尼用。哦，嘿，好，了解了解，嗯，好，记好啊，好，等去吼，迄句对上主的按捺，甲人的小解，这只有当然毋是交代意思，这只是我拄则讲迄种带大路，路的意嘿，思。嘿，好，了解。好，上主的按捺甲人的小解，有经过遮久的历，有的是历，互咱拢，互咱两边通听，伫迄个中间买，来刷来刷袂，袂就买，对啦。嘿，了解，买，来刷是，嗯，来刷是。来刷是会用的，吼、所以刷爱读不了，哦，嘿，来刷是会用的。若是遮久，遮叫星落的批，星落是啥物意思？星落的批，毋知呢，这哦，好啊，着来看麦。上落的批，上落来再看麦吼。哦，星落大影准，哦，OK OK，原来是嗯这个星落。嗯，嗯，好，接到星落的批，约束着抢礼拜。
啊，呛礼拜，歹势，呛礼拜，打已经2礼拜了，平常人无三百，呛了个无三百，无三百，无三百，呛无了三百啊无百，哦无无三百，哎对，吼，无三百，无三百，呛了个煞是无啥关系。若是咱是传到遮，哎，是关系名声，咱才想拜。并且到遮是关系名声，咱才想拜。其他拢了解想拜是啥物意思？应该是想看卖的意思是，哦哦哦，了解，想看卖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好，啊，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哦，论灵媒会主，要做我的亲事，对头到担，全全是出对上主的按捺，甲人的小解。有经过遮久的时日，互咱两边通探听，伫迄个中间袂来煞是会用的。若是遮久接到承诺的批，约束就抢礼拜，但已经2礼拜了，平常人无三捌，抢了阁煞是无啥关系。若是咱是传到遮，是关系名声，咱才想卖。我毋知你嗯，讲啥。对啊，后壁迄句实在是毋知影，对啊，毋知影伊讲的意思，阁是到遮甲名声，甲迄个想卖，嘿，嗯我毋知伊到底意思是啥物意思？是嗯做礼拜煞，嗯，嗯，好，好，先继续看后壁，伊意思是讲后礼嗯拜这2礼拜安尼了准煞嗯，是袂要紧，但是咱是传嘿啊，到遮是后壁即句话我就真正毋知你讲啦。好，好，好咱继续读。啊，先看后壁敢有嗯，解说无？好，所讲灵媒为主，无欢喜，未得勉强，这个爱也并得。我所我所爱知是承诺情，承诺情无想去定，想去定。今仔日两人的名，伫台顶来唱，互人听。哦，好说这就是伊拄则讲的迄个名声的意思吼。啊，迄个头前迄句想去定是啥物意思？无想去定，我所爱知是目前无想去听，想去定，敢就是确定的意思，承诺情，无想想去去听定。三字拢知影意思啦。哦，哎呀，啊，毋过若斗做伙就毋知影。无想落前无想去听我想去定，去，嗯想去听，嗯，毋知呢？对啊，听当然意思是讲，嘿，你进前你要承诺进前拢无先想互清楚就对啊。意思哦，是安尼。了解了解，想好清楚，我想好无了解，咱确定。咱继续看咯，因为我安尼就好好好，我是对尔啦。系啊系啊，安尼看起来嘛是即个意思。好，继续后一句好，嗯提起台顶来唱，互人听。这检菜为主无歹名，总是人要谣疑我是甚物歹名声，才想抓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即个意思。想打要怎样？使我的见笑伫众人的中间。
哦，伊感觉见效诶，我感觉所以是去死，讲头，嘿，我去死我啊！想要这是咧搞我，嘿啊是你嘿啊讲啥我，嘿啊你继嘿啊，续诶。拜，好好好，这段对对，哦，这段读煞，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好来，所讲灵媒会主无欢喜，未得勉强，这我也明白。我所爱知是承诺前无想去定，今仔日两人的名摕伫台顶来唱互人听，这检彩会主无歹名，总是人要谣疑我是甚物歹名声，接受拒绝。那要怎样使我的见效伫众人的中间？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嗯，段。我写安尼，毋是来咧勉强，是分数那定，迄个分数是啥物意思？分数吼，华嘿，语嘿，哦，分数就是啊，我嘛不晓解说呢，咱来查查。敢是解税的意思？嘛毋是吼，毋是啦，就是分数。哦，嗯，伊讲有一个是变解，敢是迄个变解差解不多啦，嘿，差不多解税？是这意思。分数，呵呵呵，分数。嘿，嘿啊，拄则我是有想到华语即个分数，啊，毋过嘛毋知影要安怎解说华语即个分数。呵呵，嗯，嗯，毋知好，那是毋是对于地域来的，毋知呢，嘿啊，嗯嘿啊，嘿啊，分数，好，继续吼，嗯来是分数决定，亲情是天白注定，好，嗯，天白注定，若有合意的，毋是，若有合意的旨意，阮即层必着情，若无合愿互咱煞是心所愿是心所愿，吼，求金所主愿，对吼，第七条是心所愿，嗯，求主庇佑恁全家阿明，嗯，阿阿明是明是阿妹呐，是 Amen 哦，原诶来台语是安尼讲哦，阿明，即马已经无几个人知安尼讲，系啊系啊系啊，阿明，头一摆我是头摆听，你伫教会敢有安尼讲，也是讲阿门呃，讲讲阿妹较济啦吼，阿阿明明哦，阿有门，时啊我会讲嘿，阿明因为我有读阿明，过嘛，嘿，我对啊，就知影有安尼讲，嗯，呵呵，哦，原来安尼，有呵呵，时啊会讲啊，是心所愿，阿明就是是心心所愿，所愿啦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嘿嘿，是心所愿，阿就是明是阿明诶，伊当然是有嘿，我认同即个意思，我认同顶头所讲的，就是心所愿，嘿，希望安尼就是，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呵呵呵，了解。阿明1916 8月15真心拜拜谢。嗯哼，好，这段你干嘛来来读一遍？我写安尼毋是来得勉强，是分数若定。亲情是天父注定，若有合伊的旨意，阮即层得到情；若无合，愿意互咱煞，是心所愿。求主庇佑恁全家阿明。1916 8月15，真心拜谢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嗯，段。嗯，这这张批寄去了，不是寄去了，是寄去了。嗯，全显先生甲先生娘讲，你看，虽然甲伊去纸去纸，这个去纸，敢是放弃的弃去是纸？气哦，好，绝了。好，了解。甲伊去纸，要久话，这个批袂歹听，你去
诶，理气真理气真直，直，理气理路理真气了直。哦，了解，直就是调直迄个直，啊！直啊，对了，嘿，安尼个直，对了，嘿，嘿，理气真直。嗯，拢了，不讲是讲了，了就将批插伫批地会地，阮讲皮囊吼，envelope，批笼。哦，了解。花地啊，了解是迄个地啊，迄个地嘿，对。好，啊了解了解，好，这段敢若会读一遍。这张批寄去了，全县先生甲先生娘讲：你看，虽然甲伊气绝，还佫会这个批袂歹听，语气真直。讲了就将批插伫批地，好，过过早起为主扫地扫地扫地，嗯，扫地，甲扫地地涂骹，都是扫涂骹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可能是讲我嘛毋知，地是第应该是。三条。好，好了解。我啊，之看卖啊，前想讲，我毋知。迄个地敢毋是第七条扫地。哦，嘛是扫涂骹的意思。哦，哦，好好好。等一个哦，我记一个扫地。平常敢若无听过即个讲法吼，扫地。我嘛毋捌听过。系啊，好，继续。呃，为主扫地，看见真心的名伫批弄后，就挂工挂工开看，挂工开看，挂工是啥物意思？半工就挂工。是半时间，包容，半哦嗯，哦，了解。哦，竟然有即个工的工是时工是间的意思。时间。嗯，哦，挂挂工。哇，等一下，我记一个即个词，嘿，半工就半工看，嗯，对头到啊，对头看到尾，看到迄句，要怎样洗见笑伫众人的中间，忽然目屎滴落来，想讲有影就对，嗯，有影就对，我失错啦。嗯，好，哦，这两段你敢麦来读一遍？哦，过早起会主扫地，看见真生的名伫批笼后，就拄则讲，阮讲批嗯，笼嘛嘿，吼，批回龙，笼后，嘿嘿，就半工开看，对头看到尾，看到迄句要怎样洗见笑伫众人的中间，忽然目屎滴落来，想讲有影就对，我失错啦。嗯，好，诶继续吼，后一段，诶诶，较较大碗，嗯，较大碗，任何先生，好，迄个较大碗是啥物意思？毋知呢，嘿，碗应该是暗示的，好，先对后壁看来吼，诶任何先生教伊会去会去说地哦，了解即个意思啊，画天，敢若连做会画天说地，安尼诶好，哇，画天说地，若是为主无因为好听好听的话来对中，简单简单想迄句袂袂怎样要知说，影袂要怎样说见笑伫众人的中间，心肝亲像火。
会斗，嗯，诶，这个刚刚变调，会斗，嗯，还是读本调亲像会斗，会的，会斗，嘿，拢读嘿，本调好，嗯，亲像会斗，落尾甲伊讲，我是家己的人，真情甲你讲，搭你经暝起想看，明仔早起就甲我回复。嗯，这个伊是虾米人对虾米人讲话啊？任何先生到嘿，位，应该是嗯，这个任何吧？哦，这个是任何甲迄个会主讲，明仔日早起过来，才甲我回复，这个意思吼。应该是，诶，哦，好好了解，好，好，较大，你敢所以较大来看一遍？碗应该是较晚，就是较晚时吼，暗时就啊，迄天暗时啊，好，诶，了解，嗯嗯，较大碗，但是我毋捌听人咧讲，早一个，嘿啊，头一摆听，好好，哇，非常晚，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哦，明仔载大第二个碗，嘿啊，嘿啊，你想第二个解说是讲，诶，5前8、9点哪有可5前能？5前就早起，是早起啊，嘿啊，早起八也是九点，古早人，古早人已经感觉8、9点是已经真晚的早起，敢是安尼？嗯，来看大迄个日记碗，的解说，大哇，明仔载大碗，你才来。诶，你敢有找着？伫遮，哎呀，我后下骹倒边迄个诶，哦，真正是五嘿啊，前，真正是8、9点的时阵，哦，哇，就厉害耶！8、9点就算是大碗，换8、9点，早起八嘿啊，九点就是大碗。嘿啊，较大碗，任何先生，来我来读吼，较大好，碗，任何先生到位，嗯话天说地，若是会主，无因为好听的话来对中，敢若嗯想迄句，要怎样使见效伫众人的中间，心嗯肝亲像火倒，落尾甲伊讲，我是家己的人，真情甲你讲。等你今暝去想看，明仔载起就甲我回复，啊，我只看到袂记得本来迄个情景，真情吼，咱嘛嗯查者真情，我咧想讲，嗯，嗯，应该是我哦，看是是安尼，应该是安尼了解嘿，了解，嗯嗯嗯，真情有心意，即个意思，真情话对我不起真情，鸟嗯，刺靠鸟给真情，是安尼，加情景，嘿，嗯嗯嗯，了解啊，嗯，鸟刺靠鸟给真情，真正是安尼。嘿啊嘿啊。嘿啊，诶，咱惯势的迄个俗语，敢若是倒边的吼，倒过来是哦鸟仔靠鸟刺，哦哦即个哦，即个顺吼，
对啊，嘿啊，多点豆变，电豆嘛是讲会通吼，电豆饼嘛是讲会鸟通。吃烤鸟，对是，嘿啊，鸟翅看到鸟啊有啥物歹代志，就应该就是会欢喜才对。嘿，好好好，继续吼后一段。哦，好好后一段，早起就叫，会主啊，呾你想了怎样？嗯，会主讲代志对上帝，呾我毋敢啥物为假，为假，嘿啊，为假，为假应该了解意思，过来捌为听过即个假，词，为假，为假，哦，找无，看第二点，为假。吹台语的，嗯，哦，吹台语的迄个台英书店有一个 MP 书店有收，伊讲为格，迄个汉字毋知影，莫用咱读。为假，Oppose 为假啦吼，为格，嗯哼，好，继续。嗯哼，先生真欢喜，就转来，嗯，诶，转来接接报接接报，接报，诶，伊敢是第八条，还是第四条？呃，接报还是接报加音？接吼，这啊，毋是加是嗯这，对对对，了解。这这，接报，诶，啊，毋过伊毋是第八条，所以爱变加音。你是第八哦，诶，我看起来是看无，第八啊，哦，嘿，这我想是第四，报加音，好，这报加音，对安尼就搁抢第三摆，然后定着，嗯，了解意思啊。好，嗯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哼，好。过早起就叫会主啊，等你想了怎样？会主讲，代志出对上帝，但我毋敢为结。嗯，先生，先生真欢喜，就转来一步一步加音，对安尼就搁抢第三摆，然后定着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嗯过年正过，决定要互会主来入姓册法院。好，诶敢若连做伙变成妇女姓册法院？啊，毋过安尼听起来怪怪吼。妇女嗯，姓即若无法识，拢是院，分开讲。嘿，系啊，感觉惯势的讲法是分开吼。妇女姓册法院，好好，继续。就是无色老的某囝，情形之下，拢是长读较明的，就是好妇女好，性质学院，这是无色的情形读法啦。啊，你若已经伫这个学校遮久啊，嘿，大家拢知影嘿，妇女性质学院，大家嗯，自然都会嘿，连过去啊。哦，嘛是听有吼，安尼嘿，啊，了解，嗯，好，妇女性册法院，老某囝咱无色嘛，咱批叫无色，真心咱无来，色，咱读的时阵绝对是转去，啊，读则连甲你嘛，嘿，这个较读有啦，啊无毋知你读啥呢？嗯，好好了解，嘿，啊，继续吼，嗯，嘿。好，老某囝批叫真心来车头赢字，伊赢要哦对赢，对，嘿，赢字，第这个是第八式伊啊，哦，赢字，来看觅。
名字哦，好，第四声，嘿，好，继续吼，嗯，名字，好，伊要对八仙庄带伊来，精心请了西路，请了西路的这好是啥物意思啊？西路的这好，西路，毋知呢，嗯，来看今一个，无即个数，嗯，听找无西路的啊，迄个这好是啥物？这好，最好是 uniform，哦哦哦，了解了解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西路，西路，嗯，毋知看无真正看，哎呀，敢是日，我想讲，敢是日记来的迄个一个外来词，也是啥物？听起来毋知，真像是日记来的，来甲看西路的这哦，那等一下，西路，西路的这好，嗯，我呃，找无，咱一个过来查好吧。知影这是一款这好就好吼。嗯哼，好，继续吼。哦，好，西路的这好，好，第第啊第第倒第倒一顶第倒一顶天色的这无啊，安尼就了解。天色敢是亲像天的蓝色迄款天色的这无。可能是我嘛毋知，好，啊，迄个倒一顶，迄个倒，哦，第二声是啥物是啥物意思？地天倒，嗯，天色嘛无，地倒，嗯天色无，第嗯第一顶这无啦嗯，吼，啊，但是啊，第迄个倒，第倒一顶就去嘿啊，到出入口红嗯红颜，嗯嗯，真先穿了西律的制服，地倒一顶天色的制帽，就去到就去到出入口红颜，嗯，嗯哦，嗯，嗯嘿啊，想无意思吼。我嗯，总大概知影是讲是倒一个无啊，这无，嗯，就去到看无咧，出入口红印，好，咱继好好，续看，先继续后一句吼。好，已经落车，只肯就叫就叫。
金星啊，你来。金星讲是一叫两张，嘿，两张零列车，零列车。哦了人力解啊，了车哈，解了解，好好，是零列车，零列车，互因坐去，坐去，嗯，好，人生见着主，心肝真欢喜，为主啊，也真满足。迄、个迄、个情景宛然目魂的中间，目魂的中间出现光明的月。了解。真心甲为主，虽然捌袂捌讲话，也毋捌寄批，犹顾因对基督来的，这敢若变调基督，佮对基督来，也是读本调对基督来三交杯。安尼才对。安尼才着读本调好，对基督来三交杯交杯，即号事若毋是上主，三人要信啊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好，过年正月，决定要互会主来入妇女圣册学院。老某寄批叫金星来车头迎旨，伊要对八仙庄带伊来。金星穿了西女的制服，戴倒一顶天色的制帽，就去到出入口奉迎，已经落车，志勤就叫，志勤就叫，金星啊，你来。金星讲是，就叫两张人力车，互因坐去。金星见着会主，心肝真欢喜，会主啊也真满足。迄、个情景宛然目魂的中间出现光明的月，金星甲会主虽然无捌讲话，袂捌讲话，也毋捌寄批，犹顾因对基督来三交杯，即号事若毋是上主，三人要信伊啊。嗯，我拄则才注意到吼，头中间讲到迄个零列车，伊用的助数词是张，就是特别是一张车、两张车即个讲是，法。嘿，嘿啊，你所以讲，你进前讲，事上讲到车工嘛是会用即个助数词，张一呃，张车，毋是逐因为敢敢若项车拢即马嘿，张啦吼，嘿啊，毋是逐项车所以讲拢张啦。是虾米款的车才会用张哈？敢是古嗯，早时的车才会用张？这是我我头摆看车用即个词的。古早时的车啦吼，嘿，啊，牛我看车咧，牛车敢是嘛是用张牛车？嗯，我感觉应该会使啦吼。哦，好好，牛车。纸车名称，一张名称，有名称会使了解一张嘿，一张一张称，经，一张纸，一张批，一张嗯车，一张名称，一张嗯推，一嗯张螺，嗯，一张嘿嘿，车，足久无听人安尼讲啊。系啊，所以讲我拄则看着就就会即个就特别，嗯，嗯，好，啊就继续吼，继续后一诶，段，我大嘿，约知影讲即个地道一顶无这无。
你看嘿，哦，伊叫做嘿，穿了穿了金星嘿，穿了西律的制服，嗯，穿了就那个咱地道相款，哦，了解了解，清了地诶，道，了解了解，就是完所以讲是，成式，哦，好好，诶，我来诶，看迄个岛的解说，岛，哦，了解，岛嘛是有一个迄个完成式的感觉哦，完成一是个动作，好，对，了解嘿，了解，好，我来画一个清了，清了加地道，嗯，好，了解意思。好，诶，感觉继续读后一段，也是10点啊，去哦，读我完好十点，好好，后一本。嘿啊，我好嘿啊，十点，嗯，我看觅，要不咱来读后一本好了，好，138页。啊，三十几啊，我记一下，好呀，好来，嗯，我先来个停起来。好，一部基督教会历史。